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今别福起来》，我係這位，還記得去年啊，後生文學獎，這位請到兩位後生人來講講佢自家對客家文化嘅感情。透過後生人跨世代的觀點呢，你看到當多，不管係客家新詩啦、小品文啦、散文啊，還有短篇的小說，我們就知道說，哇，原來有這麼多優秀的客家人，對於客家文化在文學上面的傳承這麼重要。當然啦，去年呢太陽家哦，搶唔到佢，今年哦，終於搶到佢，唔係佢太，不是因為他大牌，而是因為佢列下張有喊。不用聊的時間哈，早做得來節目。歡迎今日台來賓黃彥剛黃老師。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黃彥剛。彥剛老師你好，我係這邊，這邊你好。看眼面就敵老師的面，老師好。是夢呀，韓勝迪，真嘅韓勝迪。冇人講，今邊係。今比張威還要更認真一點，因為客家話講得很紅啊，都唔得青菜講。然後你唱高，先恭喜哈！今年2016年，我有啲呢一本後生文學獎嘅作品裏邊，看到你大滿貫的。是嗎？恭喜！這個跟全壘打 home run 是一樣的哦。評判欣賞不愛後反射啦。冇人講。先來了解一下老師哈，黃彥剛老師。老師哪位客家人啊？我苗栗頭份。苗栗頭份。我爸係苗栗石潭人。米芳賽到頭份去。我妹係桃園龍潭人。龍潭，哎呦，都係中央龍潭人。我妹爸三門水庫嗰邊。我爸幾行嗰邊。哎呦，真嘅，聽講人媽媽沒有看愛。有，我媽我左邊嚟講嘅時間，我媽講，這位很好哦，我愛豆呢，我偶像。黃媽媽你好啊，你看到愛嘛？祝福你身體健康哈，有閒來了啊。身體健康當重要。你下啲教書，抄，都討厭教書。討厭教書，快樂過生。哦，乜過生？快樂過生。看人面都地頭快樂，快樂，真健康。因為啲當然因為啲講後生文學做嘅比賽咯。前年我幫批注噶嚇，我就我所看到我喊，佢在台北市，佢講應該喊錯嘅，佢講當喊啊，喊錯嘅，有喊啊我幫你隻比賽，你要當好寫文章，我講此款嘅啊，佢講人講嗰啲人講當到 news，人把咩當到報紙，係哦，切對人講，你要寫起來嘛，我講我有一本譜誒。冇乜上到就下，記了一條一條，但係文章蠻好，我就講我做督促法係此款的哦，就結果我就差不多批出7年的時間，1整年的時間，我看洗澡旅行，我亂唔出啦，真嘅亂唔出，副唔出我就先下3項，哦，哪3項？散文，客家詩，還有小品文。哦，呢3項，所以我說真緊，冇上本啊，3樣就得獎啊。什麼？哦，安尼因為安樣去，就開始第個後生文學獎對你來講當重要。哦，當重要。佢談下重要是乜個時間開始創作寫作？哦，寫作嘅。從家下開始有。因為你係老師嘛。錯嘛。古時候講。文字對你來講其實很重要，各種就開始好寫。那你以前讀書的時間，好搞底邊讀都有那個，譬如說學校的校刊啦，我沒懂會寫，自己在那邊講，沒有得講，冇有哦。給說個，那是一個平台啦，那時候係一隻機飛，這樣子開始發現講，我要會寫呢個東西哦。一開始怎麼辦？一開始喺各種的時間，去我帶桃園嘛。給桃園有一隻桃園青年，錯，我啲，我有入選過。我一開始唔係寫文章，係寫小可。哦，笑話，寫小可，它簡單，比較容易中，係。 50條，我記得第一擺拿到嘅獎金50條，當歡喜，就寫一條小可過去。然後我知道，寫文章要再賺錢，因為大家知道唔會寫。
你要学弄你，嘿哦我，就动跳。面向开始到高中，我就对国文动有兴趣。哎呀，面向读太好时间，我就线的时间，我就线中文。中文啊，中文系线中文，嘿。跟对你来讲其实是有优势的啦。嘅有兴没有有兴趣，嘿正经哦。没有我懂的朋友，一开始去读中文系的时间就有点枯燥，因为它其实是文学的东西，跟一般我们念的科系可能没有那么的活。老人平常上那个中文嘅浪漫的气氛，冇用，真去读章底。古时候讲开始写笑话啦，又开始小考嘛哈，又开始慢慢的写越写越多。也写也多，但类型一开始唔系写客家类型的，客家生活类型喺面向。一开始咩要写讲，像高中生嘛，交什么朋友啊，爱情的故事。又读到乜嘅事情，尤其高中家写嘅东西哦，你还可以转去看的时间。结果就要写，就懂正常啊。不过也因为按用去，慢慢的累积，才有现在可以下按丰富的东西。错，因为人做人的感情的东西嘛，情爱开始啦，无卡人啦，还有这个生活的故事啦，还有周遭好你读到的人。诗物，错冇？没诗物，老是诗物。老师，你讲错冇？错。讲到按度吼，我还来考老师。没问题。以前啊，都老师给我们考试，你也还来考老师。你看，先来讲，你也拜2016年哈，后山文学奖，我先来看你学艺师嘅佳作哈，你十冲九吗？十中 Q， 他加发很多十。种 Q， 种嘛，就是那个种东西哈。太也拿来种米，嘿，西拿来种药的，嘿，种药。你喺转去种下有看到种药行嘛？错，拍摄的，四杂嘅，一定四杂嘅。嘿，还有那个，还有万工啊，安太杂，差不多，嘅种药嘅，嘿，那个叫做十中九，十中 Q， 你十中 Q，你白加上还做动神器，里面有很多的叠字贴诗，嘿啊，贴诗啊！我看到你啊片，我想到讲，我以前和我婆婆讲，哇，你弄嘛，嘿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从细咪一定从接糖到的，就会尿，嘿尿，规日都跟尿，唔知尿嘛东西。尿就是唠叨嘛，是不是？那弄呢？穷样意思。穷样意思就是。我就突然发现说，哇，原来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我们应该要学的知识，跟留恋的学一底背度，客家闽西，这你有时候你讲唠叨，你看唠叨、吵你、暗吵，跟我们刚讲的叠字，长途冇强样，真嘅冇强咧，甘珠冇强啊。唔过嚟谈一谈老师的音好冇？我吃看呢，好来了，走的，来。上长透浅嘅仔主，浓，两只阿妹嘅脚舌头，咻，压擦克子嘅头家，냠，四只腳舌頭嘅木質溜，心肝活着嘅艱苦，咚，變白作夫嘅日咧，講。哦，真嘅呢，你睇唐也是有想是不是看到嘅詩，你光聽你就覺得有畫面。你所以客家文學當厲害嘅地方，知嘛？就像你彈一首歌曲，也唱一首歌，那首歌曲係唱出來，做得本來你轉到各樣時嘅情況的那個情景的時候，我覺得就當成功。係啊，第一擺我老阿爸問嘅時候，佢講除了尿含油嘛，佢下19條本來，我就講那條那做哪嚟用嘅，將後邊還有高用。哦，19條其實很多，但係你客家闽西嘅東西哦，要悶，這樣傳下來。唔講唔去那邊前啲條詩喏，那條詩除了老阿爸唱高，就以客家委員會嘅名站，但不會有正確嘅用詞方式，係咁啲那隻詩係最正確嘅。客家用腔用咧，這樣唔會分插到。係啊，因為你係疊字嘛。你看出像人家講弄，然後尿，這個其實這個字就有差別，所以雖然講意思相同啊。
不过讲到爸爸，我还看到你的散文《双城记》，你还写嘛啥？松上记哦，松上记写春秋时代都见哦，哇！春秋时代都见。这个《双城记》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，狄更斯，对，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可以跟我们客家文学连通下，跟咩动腔哦。我老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搭团头前一定有名的，搭机编到爱本团的动哦。米芳的写一个散文底部的东西，就老记要做一只关联，关联性的东西。哦，做这种连接起身哈，当难，因为这个文学的深度，你讲程度哦，有像是你唔知的人啊，还正经无读的人，我讲啊，你短短的出去写案件，但你看到他表面的东西。不过龙双城记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写法哈。不过双城记底边都会写嘛，该嘛？双城记咧写人出世的味素，唔发现。嘿，我出世，我爸、我妹、我阿公、阿婆带奶味，我就拄个味出世。嘿哦。但米芳係太，我去甲做结婚，我要細乾都奶味去。嘿，可能因為乜個原因，我細乾都像他做嘅春秋時代都北部細。大陸嘅北部曬到中部，中部曬到廣東、廣西、福建。米芳，我咪想，我嘅祖先做乜會現在到廣東曬乾到台灣？哦，到台灣啊，有冇停？一天沒有原因，絕對有原因。哦，我前原因嘅時候，我就想，你原因要查乜嘢？查族譜。係哦，我就讓阿爸搶教啲族譜嘅東西。一開始拿到嘅時間，全部看唔識。當輩就一條一條名添，佢就高神的阿公婆，就記到名，下一輩阿名沒有得當過，係啦。不過佢主要想到講，你啲差唔多出阿公啦、阿太太嘅地方嘛，爸爸媽媽，佢一家還有兩輩一家來嘅妹嘅咩啲嘅兒，還有阿公，佢就有陣時係冇機會談聽嘅。就要記得啦。嗰時候阿爸查資料時間，佢就轉去大陸西北，你有轉去嘛？冇聽到，我告訴冇聽到。我當時我聽一百款嘅，香港嗰啲嘅人幾隻總頭係咧全部講下。現象嘅客家美食。係啊。嗰時候講《雙城記》佢唔單槍係一篇文章，一篇對你這家血緣的那種探究，它還有一個很深的情感，是我們血脈相承下來。幾廿千年，按層嘅文化，等下轉來還有黃老師和那精彩嘅故事哦，莫就看。非常重要，放起來，哇！家講了按到安尼後上文學獎的故事，給你搶到的太來賓，所以禮拜太陽家，歡迎黃彥剛老師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黃彥剛。黃彥剛，嘿，這位你念嗬，那就會有念唔錯嘛？冇，當真確。後來人家講到禮拜的散文哈，雙城記、松上記，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非常特別哈。底部都有寫到講，你看一開始就是樂意樂盡也，歡喜快活的都城，這是雙城記裡面很重要的一句。你還記唔咩？你記瓜子誒，看到嘅。木牌當不寫哦，真嘅哦。米香係你係樂意就係從落，我嘅來台主都叫你曬乾過來。哦，我想到咧啦，迄瓜子嘅時節旁邊會有木牌當不寫的。細做生意噶唔知嘅嘛意思，完全唔知，天天白天。太唔講，做唔得完全，做唔得了事，做唔得亂講，做唔得亂講法。還有啦，你阿記大家都有談過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。錯，因為曬乾嘅時節，你唔知曬乾出去，會好也壞，好壞全部有可能。古時候，安尼祖先曬乾嘅時節，記得咩新冠都咩劈破緊跳，佢要緊上，歇到兩邊，天歇下去，還能曬乾係一隻機會，但係隻機會好也壞，冇人知。有可能最好，有可能最壞，冇唔錯。係啊，還有兩機啊，就寫到，其實很貼近現在的時事啦。你喺講明嘅季節，也係武安嘅季節。
就两团的下到 N 赛前的时间，一开始当然读到的新的东西当上分，乜个东西就会新的，开山大拿熬姜出吃啊，佮一开始当辛苦，但係面方有机会开垦，它顺利过后，你就会想到啊，你上忙大兵。有一只回馈俾你，你就會當歡喜。但係面方又發生一條事情，係啊，叫做後後快快。你一團一團下過來吼，底部全部用幾改，還有你這個整個是你的故事嘛，就整個假錯嘅故事。你看寶梅倆機，倆團還有倆機，這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蠢的時代哈。你有想之案呢？有時候為了很多事情執着的時候，你要怎麼樣很有智慧去解決給兩個事情，所以看幾改智慧，看經驗，看經驗。故說肉住先不會懂到東西，幾多東西你要看，你要花時間去吸收嘛。係，你冇花時間去吸收，你要他做人做唔錯的事情，你有可能照顧他唔錯，有嘅鋪有他唔錯，這就表示你冇讀肉住先的智慧底位，好多東西。我想你寫的這一篇散文，我相信對你家屬來講，對家屬後生人嚟講當重要。雖然講短短的，不過這個包含的那個底蘊啊，跟整個的涵蓋的你們自己家族的文化很重要呢。我看到的部分啊，係，那冇單槍啊用嘅，後輩人來啊，你自己露台啦、掃把啊，掃把兄弟，係啊，一聽會懂感下一下那篇。好，散文結束，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得獎的這個是春牛圖哈。春牛圖。我以前細時間1年生，以前帶往來頭，我各位還看到種田哦，看見絲田啊，我考有上是李種啊，出來本熱辣子呀，熱辣皮，熱辣嘿，熱辣皮，有上是我一整天，錯，當輩就有春牛圖，春牛圖哦。我看到你那篇小品文，我才想到說，以前我們好像每一年都會收到。當年差不多立冬左右誒，24省同家。我看你下那篇，我還感覺到那個紙是有一點紋路的。錯，泡泡可是它卻有紋路哦，然後有那個紙的味道，有在鮮，很奇怪哦。然後我婆啊，我講我請。表達，人客看得到的，你看得到的，用那個漿糊貼在牆上。我帶我搞的喂，4年真唔會擦，4年真唔會擦，唔會亂發。走。這個春牛圖在寫什麼？春牛圖哦，第一個真實的故事。我就頭份阿公帶給你對我嘅每一隻叔公交不卡。佢做生意家下帶阿公給你，佢病了時間就到阿公給你。那一隻叔公叔婆不卡就歐北走，但係我一定印象深嘅高架，就高架，走，非你講的高架啦。我就印象一點深咧，就係有一種字人我名唔到，佢就達到我生日數卡迄段名唔到，我就當好奇啦，當好奇，做唔得名咯，做乜名唔到呢？面向我就問阿爸就講，佢冇名，佢人他做人做田社，叫做田叔啊。記得做事情全部看嗰種標位，還有圖，就嘅一項來做，有嗰種田書，就係春牛圖，記得做田社就會當順利。但係我讀到呢隻春牛圖嘅故，我下條故就係因為對面叔公嘅家不卡發生一條事情，然後春牛圖嘅關係動態，包含唔多叔公個卡，是嘅吳偉帆。你喺上當啊！就你真係咩係絲田人嗬，當太幸福哦！當簡單，就吳偉霆，係啊，搶吳偉老飯店。你看用春牛圖、吳偉帆，再過來連到你自家人生裏邊都當重要嘅故事。錯，我看出你啊小篇文之後，有一種酸酸的感覺，嗬。雖然講係當些事情，譬如講，你講到嘅漿糊啦，為本王菜食到啦，佢全部人係些記憶咧，真嘅咧。咩因為條春牛圖啦，都係留下來當到叔伯阿婆嘅故事，錯。我冇講咁多，大家去看，好冇？跟住再嚟講，小品文結束之後就是短篇小說了，你真係當厲害呢，新詩，然後小品文，因為
因为你全部必须有字数的限制嘛，错嘛？像有的你还每一天删一点，每一天删一点。像双片的给纯有图，系啊，小品文，我一开始下的时间差不多下后的3000字词，但係佢规天就要1200字以内，个下后的像个畫題的哦，唔會當艱苦，唔攀的，真嘅唔攀的，因為你有陣時候畫題一記。这个故事就不完整，就連唔到哎，出腔还能引神啊！有上次讀到2張引，除非吃到講啊，這個人完整了我的人生。你好像少了這個人，你就缺了一角。但係要做唔得，你規天就1200字，我就慢慢的一些些的改，一些些改。但係故事的結構全部要完整。冇變嘛，哈。感情要做唔得，做唔得少。感情要做唔得少。看上來就懂得記憶點，還有那個畫面就出來了。講純牛圖，出來講短篇小說，短篇小說的字數就比較長了，它可以說得比較完整一點。12000字，還講它完整。這個短篇小說很特別哦，我們法語很多綁戲，這個客家話很多頭戲，頭戲啊，頭簞嘛，嘅故事主角就會不記。戲劇團，一賣過戲，講賣過戲唔錯噶，頭過戲啊，一頭就6年。哦，他做學戲差唔多就5-6年。有哦，我阿婆以前細細時講唔讀書哦，去學戲，去學戲啊嘛。唔講係談講啲下列短篇小說的時間，你自己非常進入這個小說的劇情裡邊度哈。你做嘛講，你做對嘛功課呢？做功課啊，一開始我就同阿妹講，我想要下一篇小說，12000字，佢講啊按度哦，我本一隻點，基本一隻點，佢講，他做阿妹15000嘛，1.4，佢就從頭聽阿妹，聽阿家婆，去個太平三文水庫嗰邊，三旁嘅啊嗰邊看戲，做戲看到半夜咁轉，我就講。做戲呢個東西都會寫哦。佢講你一定好看嘛戲，佢講出把戲，他做那出把戲。真係要出把戲啊！嗰出把戲你啊差唔多無人買，啦，買人差唔多800歲。我就講出把戲寫得嘛，佢講做得他寫得，但係出把戲嘅東西哦，我記得冇多，因為出把戲團吼2-3張1張來100。故說我就想，佢差唔多幾多年前啦，佢講差唔多。民國30年到40年，加下1.4行。我講有資料好查冇？我講12000字，你就要對比照殺頭，我有骨頭聽啊，我冇肉啊，有肉張都要拿幾篇小說寫好。係哦，我就講我都抽把次寬呢。然後我下冇2000字。啊，白太太查冇資料，呢種東西資料東西，명錄檔大家厲害全部把是명錄嘛。係啊，명錄檔嗰啲東西，咪差唔多按度。就按度，你下就2000字，冇成篇。後來我爸就講，唔可以客家演的，給佢吃看呢。哦。嘅苗栗高鐵站，來啲，給佢見客家演的。佢不有嘅蔡永興，其他嘅戲劇團留下來嘅資料，佢哋很多做戲，但係佢地不係流動到佢合作。阿公阿婆留下來嘅，都日本時代留下來嘅東西，還有樣香，有攝影嘅相片，還有樣片，還有糖到佢當時錄起來嘅東西，有相，我就去糖，佢冇有啲冇絲，我就糖，我做兩邊，幾年都給佢，就去糖，可能就係認真對糖，我就有啲糖起來，然後佢用筆寫起來，寫起來將相反法然後。簽出差唔多30年代、40年代加下，用嘅都係資料。哦，這個聯繫了。哦，跟人之間就變計量時嘅人哦。哦，跟他下時間，下到9年開學嘅。有一擺摔檔主，我咪撲燈下，撲燈就摔，聽聲嘢就摔。結果突然間我就北京喺面上3戶一掉來啊！跟他做人度叫嘅時間，就係小小地下度。嘅得錢咧，得錢咧，就喺面動態上，聲嘢全部把學到，叫到先生樣誒，我冇事情，整個就把自己想成是那個年代，犧牲年代人。唔點啊？我看睇啲短篇小說啊，我就想到一部天陽，很多似曾相識。哦，似曾相識。一定要看，喺冇看嘅朋友，佢拖呢一片嘅時間，一定要不用給
音樂，Somewhere in Time，安喏，一天愛按嚟看，配合點配合點就喺呢一片當成功嘅地方。好咧，哦，講我按到，等下講嗰陣啊，還有很多好睇嘅故事，還有佢老師本身用把佢花時間來寫了就形式，寫了文學嘅心情同大家分享，冇這塊哦。黄老師哈，下按多東西都倆自己算過真實發表到現在有多長的時間了嗎？你講後生唔好講，係沒自己開始下，陸續，係陸續啊，差唔多有25年，25年左右。25年，其實25年磨一劍哦，是很辛苦的事情。好，古所講嚟，好嘅觀眾朋友啊，看到冇？後生文學獎就為咗送書本你哦，好冇？我家講咗按多後台嘅故事，基本都唔單槍有黃老師按精彩嘅作品，還有當到得獎嘅後生人，真嘅都好看。送書本你哈，要慢送呢，鎖定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，好不好？只要搜尋到福氣來了，好冇？做得嘛哈，都是哈愛用書送本你哈。好，再來講幾家好呀哈。做老師一般人都因為講是很棒的鐵飯碗哈。以前啊，冇驚奇，真嘅，而且老師有老師的氣質。你下幾多也聲音呢？兩個聲音，好。師母也是周先生，還沒教書。對你來講，聲音呢，講客家話呢是就是客家語言的傳承，對你來講一定很重要。我合作忙脫骨手以前，我一記國語就唔會講。我喺脫骨手剛開始學講國語嘅，因為從細不可能全部講下。係啊，看電視沒動手看，係講看最多就布袋戲啲啦。係真嘅咯，還有唱阿龍阿婆一定看歌戲嘛。歌戲就看呢種啊，嗰種我咩唔知國語嘛東西，讀書爭啲。係哦，嗰種我爸就跪。咩跪天啊？就講不卡老不卡人全部講。一聽來講客家話，切都要講。應該咩戲呢？都見到係，都見到係真嘅。都見到。兩聲嘢叫聲。一記國語就冇。兩個聲嘅咧。兩年。太小學5年生。4年生。哎呦，老師不打誑語。你下冇咁簡單嘅。老師不打誑語。古時候講聲嘢都唔會講嗬。太細。做嚟騙我啊？唔會冇。來，小雨來，來。哎呀！你喜歡這位哥哥嗎？就自己這邊，看兩位，你會講客家話嗎？會嗎？會。竟然講你按到乜嘅名叫做寫好冇？你對人鏡頭講，預備開始。按到莫思怡。今年叫做寫。今年是寫。哇！你愛偶像係爸爸嗎？上籃球。講係。嘿哈，跟你對鏡頭講，爸爸我愛你，好不好？預備開始，爸爸愛，講客家話，預備開始，爸爸愛你，哎呀，很香啊！寫下，笑面，係嘛？諗下要同爸爸共樣寫當多好看的文章過來你，好冇？好，有喊張來了，好冇？來 ，give me 5。耶，好，回去做，肯定一下。什麼意思啊？唔係，聲言做唔得調姜哦，喊槍哦，調槍啊，真言當槍。唔過，看到人哋當感通啦，因為當到客家嘅語言出按樣去傳承。當然啦，因為我對人來按樣去，因為有當強嘅爸爸。哎，我爸真嘅。爸爸幾多歲？爸爸今年會70了。哦，阿爸。你看，講說按腔嘅來有什麼人啊？哈，我其實聽講佢話5種客家話嘅，佢考過5種客家話認證全國，真假？民國97年噶下，佢就抽牙向下考。佢講你啊有中國級嘅認證，我講西安可以用嚟做得，嘅太部走安樓嘅尿片。我真嘅冇法度，真嘅假？佢講強下啦，嗌咩冇辦法，嗌咩唔識學過啊，尤其係嘅原點嘅做案，佢對人嚟講完全睇唔識，係睇唔識。結果我開始考家，嗌咩攞
去年考，我一开始就先读4年来考，第一年考可以6，今嘿，佢都这样开始考，最难的开始考，最难的，佢做乜嘅事情全部用最难的开始。真嘅，我在古代，我爸爸一定修才，状元，一定是状元哈，全部考过，佢1年1种，我考2年就停了，剩咧我真嘅冇法度啊，夠難嘅，佢要花時間。爸爸看到未？冇，我要嚟講，等我退休我就慢慢嚟考，佢1年1種。佢阿公老孫嘅感情啊？哦，感情佢當好了，佢下做我爸爸對你愛你嗎？咩，對我老對我奶完全冇共樣，完全冇共樣。真嘅啊，阿公都錫順你，一天係有。真嘅錫順。不過當中有係咩本順你哋講，哦，阿公很強，嘅客家文化很重要，客家話很重要，要傳下去。佢有啲東西冇人講，啊真嘅啊，冇老孫嚟講。哦，嘅以後嘅像我寫文章有啲東西要嘅問哦。可能有啲事情佢唔會講，一天黑啦，佢俾老孫嚟講。像太原啊，有常是那個前幾代的事情，有常是太原冇像，佢不散唔聽，佢不散，佢不散唔聽。唔講像我以前啊，阿婆喺阿公，唔會同阿講，係錯，唔會同阿爸、阿媽媽講，強樣。就阿公咩會讓阿公一啲事情，可能阿爸阿媽唔知嘅。係啊，其實唔掂喎，有常時你一開始會講啊，怎麼那麼偏心？其實你係傳承。錯。因為他這樣子傳下去，你來會底嘛？以後他兒子會跟你，你也會跟兒子聊天啊。冇天到幾邊就會底嘅。你也是聯繫來嘅嗬。不過爸爸對你看嘅客家話認真過嘅哦，對你下你參加啲後生文學獎有乜想法？一開始有個下嘅做乜喏？要下幾家嘅，幾家不看嘅故事，幾家不看嘅故事一定唔曉。唔一定唔險就啲。如果下嘅做乜喏？幾家不看嘅事情，下不拼人哋做乜咯？故說一開始問嘅時間冇好問啊。佢就兩咩衫，幾咩衫，你問唔到事情一定重要嘅東西問唔到。係啊。咪講下一年有成績，佢偷偷去參加我頒獎嘅。哎呦，佢講我邀請佢去，佢講台北安演我去。結果頒獎假佢出現，哦，我當歡喜，表示佢有認聽我哋表現係做得嘅。第一年開始就係今年2016年咧，佢就讓我講一些咧，佢要講一些咧，開始講一些嘅事情。明年就係2017年，佢就像阿妹就結嫁會講，你做得下乜街啊？你做得下乜街啊？哦，我就想，很好哦，一開始係我老去搶門搶稿，佢冇乜興講。結果冇想到2年過，2年，我嘅成績寫出來，但係有啲東西卻都要寫。一天內啦，一天內，他種人講嘅就係口講係風，筆寫係重，真嘅，記錄下來，一天來記錄啊。跟我做當選啲2017年，算最尾一年比賽咯。40歲規定40歲，咩沙倫出去做評審咧？冇嘛，哪有暗號？一天做評審，不過我比賽做唔得講，做得透露一點點未來創作的題材嘛。比咩咧？哎呀，我就點啦，比賽出來呢，做咩比賽就係咁啊？唔怕，我們就期待，好，明年暑假來嘅時節哈。我就知道你又來大滿貫，一天再過來哦。先講吼，希望騙以為哦，騙以為當。還有講到自己來啦，講爸爸媽媽啦，還有一隻當中而已，啲人身邊愛叫，啲人補養嘛，師母嘛，師母對你參與按養型嘅客家，佢不講客家話，佢好容易，但係結婚咁多年，佢談得識嘅，談得識嘅，朋友會講自己嘅，對你參加嘅，你也有按嚟成績，佢有乜想法？哦，佢當歡喜啊！一天咧，尤其我寫文章嘅時間，係全部嘅4年 M4 年歲末，基本 M4 年歲末，嘅9點半4年歲末過後時間，我就當你半點鐘1點鐘嚟寫。哦，不管寫幾多啦，故所基本我係聽書當多，有動態。客家辛苦，較辛苦，有乜話對佢講啊？俾你幾分哦？30秒。講嘅嘛？係當然咯，一定要講啊！佢就好得有你啊！我2歲人就當辦證。哦，忙結婚以前，我阿妹阿爸結婚以後，大家鄉下就一不抗議，愛你。哎呦，很感動，係咪講？跟我哋咧，
几礼拜比赛，一定会写一篇农业保养有关的，客家心有機會，有機會，有機會哈，有機會，好，你講咧，冇聽錯噶。你是王老師啦，因為你是王這邊，本來你後上文學獎較完整，期待你2017年的新作品，好冇？係嗎？有限下擺全規模看見來了。兩個來吐了，爸爸媽媽吐了，冇問題，好冇？冇問題，重要哈。是王這邊，好來，是王這邊。你後上文學獎嘅書愛送文太高，按好可能書一天來保存，來出流量本哦。你今年沒有存下，記得鎖定我們的福氣來了臉書粉絲團，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，我們客家後生文學獎值得你細細品味。好，運通一下，莫這塊啊。